耶利米书31章第7节到14节。第7节，上主阁讲：着为雅各欢喜唱歌，为上伟大的国家欢呼，着传报，着称赞，讲：上主已经解救伊的子民，解救以色列剩落来的人。看咧，我要对北方带因倒来，对天边海角将因调入我内。失明的、卡歹的、怀孕的、得要生产的，拢规大阵同齐倒来。因沿路靠倒来，我要安慰因，带因顺溪水边行，行边担的路袂跋倒。我是以色列的爸，伊发现是我的大囝。列国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，着伫真远的海岛宣扬讲，赶线以色列迄位要调入伊，要看顾伊，亲像牧者顾伤羊群。我上主已经救上雅各，解救伊脱离比伊较强的人的手头。因要来锡安县的所在欢呼，为着上主所赐的好物欢头喜面，因为上主赐因五谷、新酒甲新油，阁有羊羔甲细只牛仔，因要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袂阁忧苦。迄时，查某囡仔要欢喜跳舞，少年人甲老人做伙快乐。我要互因的悲伤变做欢喜，要安慰因，互因有喜乐代替悲哀。我要用羊奶互祭司把祝，我的子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